Если ж не вз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, звезды замерут до ут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好，演员从头来过。今年我看到阿茶树莓这两个项目没错，我一来看到方面的事实。对现场协议喷溅状况来看，这位应该唔系去现场。迄讲正经的案例，从远度就系监视去。是很用的老师生，啥都要。敢会对天当来一下？人家遐讲王桂花嘅验尸结果系真嘅呢？假如卡人来说读书嘅事情，问过佢哋，应该冇唔错啊。据说。王桂花下水钱很少，意思都用气用枪，又本东西缠斗。那我知道也是一种意外，系难开只关键。哪个关键？死亡事件。来对照一下王桂花嘅死亡事件，然后阿上伯跟水鬼来到嘅时间，系差唔多诶。意思是讲，王桂花本来想刺阿上伯，不过对师叔到尸体嘅一段时间，冇人捌讲比痛啊，差唔多就会安尼。天上更乱。喺乜嘅地方啊？同我嘅就颜色色见嘅猫。
来按究，硬汉唔伫也有一间庙啊。佮阿茶树梅啊，佮只平常古古怪怪佮只，那间庙吼，就要记住你的哦。要种地方，爱保持安详，无简单。因为都无认出啊哈。唔提别来嘿。迄啊，听阿上伯讲吼，也为迄专门老人干老院嘅寺庙啦。寺庙，要种庙，唔系八太行业，也系求名牌亲爱嘅嘿。应该动多长错啊。照你讲，应该遐安尼啦。毋过吼，伊也答应爱要亲手来，爱要毋伫。无得。我团vụ的啦，我来做的啦，来做的啦。哦，阿房啊，嘛个哈哈，啊表呢只甲说唔做按戳爽戳啊，到底卖迄条噶？哪有错爽爽啊？哪天数盼我呢？天数盼嘛个，哎呀师傅啦盼。算了啊，上伯，口夹日记就好咧。哈。我嘅日记就吹去死咧，俺口就无了。好啦，行去啦。你准备主要的事啦，讲去，嘿啦，好啦。米奇啊，给有关于求比赛的事情，你稍微注意点时间嘛。乜嘅时间？给你那个会跑去计时的时间，而啲2张嘢姊妹亲身去法院判当做的呢？吼。阿上伯，无想到唔伫到按到。无啦，挨尾蛮耐去每日挨张底的啊，因为咧庄严哦，看面动多钱啦，你讲的基层哦，而连掠得债务哦，向他盖瓜承受哦，向他基层下来呢，这样唔抵啦。按只说阿上伯，也会好好考虑。我先转。
啊，到底啊！过来！看一下吧，可以走了。局长，身后位，全部38万元钱。我将去来请朋友，无赌钱。咩意思啊？咩安尼讲？那就请您好好查清楚，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啊！你是好人，我还怀疑你跟皮糖案有关。我劝你，还先帮自己人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我不懂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自己人要帮。哦，是吗？你爸利用姓名盗用赃款，整个事情在黑道上面传来传去，哇，比连续剧还精彩。哎，不要乱讲话啊！他是被冤枉，被你们移送的，李长也来讲。
你应该好好休息的。用个休息啊，积分含差很多。积分，廿爸女因为安尼，我们惹出安多麻烦。佢迄本你去到诶，要相信，应该反应叫人更真诶。假使我们照规矩办事，嘛该轮到我们多。你想讲嘛该啊？若迄讲，同款骗人意见，每天真诶对破案有帮助。你係講涂明飛？嗯，伊条呢唔会差，又咩算关系人，同款佢意见，咩冇乜嘅损失啦。你怎麼可以確定他不是兇手？从现在的证据看来，我认为他不是，而且我已经把一些讯息间接透露给他了。那他怎麼說？他说，他发现皮塘里的死者和住在庄园里这些人，好像是一种食物链的关系。食物鏈。嗯，这些奸商、房仲、地主、流氓、警察等等，就好像笔筒里的水草、蚊虫、青蛙、蛇、白鹭鸶。相生相克。小旭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那个朝行给我盯好。他等一下就可以走了。这是我的案子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谁让他走的？赌场里卧底的自己人认识曹晃，证明他没赌钱，只来拜托他帮忙查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重点不是那个老头，还有老头跟那人关系，知道吗？跟谁？还有谁？就是那个离职海关的。这么惨。
做？哎，我看你一枪都真无限吼。我有限无限，咱无相干。你迄都野，迄边都讨债，野就老眼有相关。用诶，我要还钱诶。钱我一定会还，不过唔系野下。我真好奇，比起一般嘅讨债公司，你一枪唔要按啥忙啊？唔是少，我有我方法，欠死嘅人，做慢做慢。王贵发身上嘅米水总批，绝对也拿到诶。佢对开台拿到硕士，行到亚嘅高厂，敢是拄迄度哦。迄讲佢真经上次呢，就一个做个警察嘅人来讲，按你做系唔系听讲咧？就会讲啊，莫讲迄人客，连爱煮唔知也有乜个米水总批哦。唔过，那本来系硬球嘅。哦，今日啦，警察问阿上班个人伫老头家头摆哦，同好米水，也叫佢留下来嘅。不过吼，当叫无营养诶。告诉王桂花，真有可能迄本人嫌弃嘅。喂，有乜人嫌佢去啊？迄讲用食物链来思考，老警察上身上刻嘅应该系。唔错吧？照理来讲，凶手刺人过后，应该尽量爱闪开警察嘅追查。系讲模拟嘅方式，做得本人寻到真相。按你咩不合逻辑啊？系讲命题推论来讲，咩唔成立嘅吧？有无像唔嘅长途要讲嘅话啊？喂，你都系挨嘅推理呢？唔系上天数，就老实讲。我冇骗你啦，真嘅系挨相反嘅，我唔相信挨哦。歹势，我有眼不是泰山。
就人讲，俺名侦探疯的呢，俺唔相信啊！乡书迄么年，俺太体有方向了，只爱搞清楚家嘅庙，真相就无演。你跑什么？大哥，拜托你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我今天没有要找你麻烦，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你认不认识他？是他。这庄园不仅仅有诅咒，还闹鬼。很自私。你妈妈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有新的药，但是必须要智慧。哦，我再想一想。谢谢。哎，皮皮啊，
俺想爱看伊烘东西。乜个东西啊？歹势啦，阿上伯，咱迄袂上心，请迄上客厅下听听啊。冇相干啦，点到我人费事理哦，我早就应该提前看遐个东西的啊。俺之前无上按度，不过要下出事情咧，我了解一下，实在讲唔过啦。红章错啊，老实讲哦，你无关心，我怎会知道奇怪哦？好啦，警察有再来讲无？无。你出好。什么？应该。免费啊？有一件事情啊，想要让我参详。哪个事情？我想要老庄园买下来。你有冇要下送到一个啊？我做出老呢庄园啊，准係自家嘅屋下樣嘅，迄個本法院旁賣，我啥唔掉去那喲。平常周边的农地，已经有人在背后进行土地的变更，因为没有公开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什么上案度阿上伯？那两个命案有太多问题，等事情清楚的再来讲啦。好啦，你也好啦。辛苦。阿上伯，啊？我今正經無來過夜，冇啊？哪有事情會無限？那是你。
杜明飞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王子？王子，有，我的猫啦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猫啊，没有。那你还发什么呆？帮我找一下好不好？哦。碧潭，哎呦，他不会跑出去了吧？哎，现在这么晚了，你不要出去了。可是我的王子，监视器，你去看一下监视器有没有拍到什么，好不好？去拿钥匙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住房区再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没有。那走了。等一下，这边啊。他走出去了啦。他走出去就不会再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啊？走出去。王子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乱跑呢？笨小猫，你吓死我了！
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嘞。那你就没问题吧，要不要我请位同事先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？不用了，没事啦，谢谢。明飞啊，你讲知道身体哦原来唔舒爽，唔准唔讲，那随时做咧视察，转去医院不检查看啊。没事啊。笔录做好。稍等一下。先这样吧，送他回去。是啊，咱一觉回乡。还记得攻击你的人任何的特征吗？那个时候天真的很黑，而且他从头到脚都包得紧紧的，又是帽子又是口罩，只有露出一对眼睛。不过我有画到他的手，所以可以从草地上面采集血液，化验 DNA。不是验 DNA 啦，因为凶手就在眼前。阿芳诶，你要专门讲唔会谈啊？做伙笑啊，咱时间出来闹啊！爱迄唔迄乱闹，嘛双手伫诶。你去甲声音啊，李子玲。怎么又是你啊，李子玲？什么啊？呀，就因攻击调解真嘅。你不要乱讲啊！什么我乱讲？这就是你是凶手，你还不承认？呀，唔咩呀，杜后。这一看就知道是动物抓伤，根本不是刀伤。虽然凶手不是你，可是你跟这个事情根本脱不了关系。都在骂你呢。真正的凶手是谁，我已经心里有数。可是疑点太多，我不能说。既然你不能说，那就由我来说。那个嫌犯就是曹晃。他，他平常就很少跟别人往来，他跟这个案子有关联哦。我们已经查证过了，跟曹晃讨债公司合作的银行，以及我们先前提过的土地开发商，他们一直都有业务上往来。尤其是曹晃的老大，他不仅安排曹晃在银行里上班，跟银行里的高层，还有土地开发商，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原来他们才是一国的。没错，能够将这些事件全部串在一起的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曹晃。可是他人已经不见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他人了。
什么？无事情时候不是神梦啊。若有事情想唔通，唔伫做得请教一下无？马该事情啊，你啥个？若知道唔去抢啲亲密嘅东西，错无？爱亲的唔的东西，那是亲爱妹儿。妹儿， 14年前，咱妹儿拢爱讲，叫去避痛解教，结果伊是唔见体嘞，到今冇转。用无安呢？俺袂唔去，该当时伊才13岁，警察亲求母亲堂，俺怀疑老嘅状元有我。乜嘅意思啊？当时避痛损失该状元啊，冇骗嘅人家，经过暗求咧。 也是为了两件事情，爱啥爱见人死爱见死，我一定要亲到爱妹儿。具体做喊啥？我有信心吗？信心有用啊！你要是不去就是猥琐啊！下早唔是也嘅，就算有鬼。 要迄人家嘅，人家嘅，真定人讲啊！迄讲唔知道哪边乖乖，记得人来讲。也嘞，来先转。 事情，该上头是动机快。乜嘅事啊？是写笔筒该向上瘾，爱大左看到的该怎啊？乜嘅问题？这一暗夜，我又看到佢对校门龙木前佢是那个发现嘅水管的蛇形，是洞桥。我觉得是有奇怪哦，佢到底是搞到乜嘅东西？ 用是爱是暗球咯，唔确定佢手係是到笔筒嘅計算啊？佢天色暗霧，面還是冇看清楚。不過，該上清楚是幾嘢？原來係暗嘅。 喂，兄愛，愛親好，愛弟，警察蠻愛親愛，至少要望你弟。喂，喂，我們不要死掉。 落地風，有清楚嘅東西，一本，好，就安尼。做伙笑到水嘅面死。警察吼带这个天笼，还有记事本，其他的东西太体上都保持不能嘅用的啦。东西都出来。
听说吼，迄嘛个意外哦，因为本件无只有做唔得啦。遐有嘛个意外啊？还是想嘿，就会其中会存啥无仔细嘅事情啊？因用我我吃哪呀？因为机会啥唔灭口。其中个我上来灭口咧，敢讲佢叫外地嘛个事情。不过，因有嘛个证据证明迄件上爱出来啊。原来哦，用诶，王规法唔见睇天意嘅，捱得浪下要看到重複。嗰種是熱帶毛誒，最辣誒，還有樹辣誒，然後自家包到黏黏。按呢個甜，佢做到按呢，根本就個神經病咩？唔錯。然後特別注意到佢，將發現佢眼睛縫縫腫腫，原來係高敏。高敏體質。这不是随便都可以试的，它里面不是有很多什么微生物、矿物质吗？那过敏体质用会痒会肿。鼻头做个数，也应该的，係咪個情形？学长，用诶，没办法你用过诶，如果起毛抽风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？无可能事情办唔单止啊个，那个迄 DNA 报告，讲是杜明飞跟人迄，你只困啦。当时他勒住我的脖子，很用力的把我往皮塘拖，然后我们就发生扭打。混乱中，我也把他手划伤了。接着我就被打晕了，然后阿茶叔母就出现了。我那天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攻击你的人 DNA 报告已经出来。有比对出什么人吗？攻击你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，她的名字叫做杨雅婷，13年前自杀身亡，地点就在这个皮塘。攻击你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，她的名字叫做杨雅婷，13年前自杀身亡，地点就在这个皮塘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我看起来像一个开玩笑的人吗？
道小芳说的是真的？这皮糖那么贵？我也不相信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13年前的自杀案绝对不单纯。天啊，不玩了！人找到了没有？不冇。不过13年前用安尼的笔筒刺杀的案呢，发现有一个拄好的地方。嘛该拄好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派个案的警察呢，落要把笔筒案的死者之夜王规范。笔录做得很粗糙，资料不是太详细。这几件命案绝对不可能只是巧合。反陈两家，相隔一水，各记东西。为求土地水源，常年争斗不断，以致家中荒废，两派激丧。今双方促请监以火者松阳，战者两输，建议前向迁省，把干部为玉佩，军分水利，穷乡穷勇，口说无凭，理据为真。刺激。写得真好，简单有力。陈家也看过的，记得无意见。陈家无意见，我也无意见。就做先生讲的一番。恭喜欢乐，两家喺做的功夫，係人全验之福。希望事情做得圆满。
察说啊，这件案子可能跟你们这几个房客有关系，而且这事情啊还没有结束。怎么只会跟房客有关系啊？你跟小芳不算啊？当然不算啦、我跟小芳两个看起来再怎么看都不像坏人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这么说来，这李子玲啊，天天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你干嘛扯到我？你才心怀鬼胎，表里不一耶。你干嘛批发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警察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他们锁定曹晃，现在只要找到他人，事情就真相大白。懒得理你。菜都凉了，吃吧吃吧吃吧。来来，红烧豆腐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一定吃不死人的嘛。青楼出欧力度哦。哎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来，吃。冷先冷先。免费，有冇做去吧？哦，佢讲佢来研究鼻痛来治疗动物汗，莫超机哦。辛苦呢。关我事，全我事。你是好啦，我感觉唔干啦。俺叫你是从澳门啊？俺是龙虾有糖豆面的咸的。快讲我听。俺的糖唔真啊，就知道唔动惊，唔动紧张啊。因为是睡了哈，俺阿公。记得睡。
爸，你怎么个呀？没问题啊，就是对，凊彩快。爸，你怎么个呀？没问题啊，就是对，凊彩快。阿雄吧，来啲深度需要。系啊，阿雄多了解笔筒嘅事啊。哎呀，为了当久无真理嘅，你需要了解有关笔筒那方面嘅事情咯。攞笔筒有关嘅著作的。错啦，阿雄吧，13年前有一个杨雅婷啲笔筒刺杀，你知这件事吗13年前有，我记得佢嘅细阿妹系以后生，唔知佢做乜嘅爱刺杀？呀，我就冇了解了。做乜好点点问到呢件事情？警察讲，这事情可能同一个案例有关。佢讲，你想要行开了解呢件事情咯，有一个办法。地址伫遐位，你即个抄一下。遐人哦，个性怪怪，一三年迄动太错嘅物嘅，平常蛮爱紧做，凊彩丢卡了。啊，唔过意思係夜唱做的杜甫戲哦。伊也毋免个杜甫去啦，伊礼拜日太天都有丢卡。安尼就好。好的。我去行街哦，交通车唔方便，你要去哦，我落下查呢。好。
个小时以前，有人按门铃，然后我就去开门，然后那个人冲进来之后，就追着我跑，然后他把我绑住，手脚都绑住，然后他就一直翻我们家的东西，一直翻。小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刚刚已经请管区过来，他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你家里不止你一个人吧？你老板呢？对，我们老板在楼上。老板，他怎么了？老板，原本身体好好的，前阵子突然中风了，就变这样子了。这里附近有人知道这边住了一个退休的老议员吗？我想，老板平时做的很低调，应该不知道。你怎么会找到那个老议员啊？陈伯跟我说，他是我舅生前的好朋友啊。他干嘛要跟你讲这些啊？我在找笔筒的一些资料，他说他可能知道不少。那怎么了？13年前在笔筒那个自杀案，我又重新调查过一遍，我发现当年的承办员警竟然是文桂发。我后来循着这条线索，找到当年同一个管区的退休警察，一问之下，他才告诉我，杨雅婷之所以自杀，其实是因为被人家性侵，而且地点就在笔筒。你知道当年那个警察，也就是王桂发，为什么敢大胆施案吗？因为背后有这个议员撑腰。没错，而且这2个性侵犯你也都认识。我认识，也不算完全认识啊。一个呢，就是半年前在笔筒自杀的落魄建商郑明雄，另外一个就是小范。笔筒诅咒的传说是源自180年前的一起性侵案。难道？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应该会更有兴趣。杨雅婷有一个得了血癌的弟弟，叫做杨世伟，他曾经捐了骨髓给这个弟弟。不过姐姐自杀以后，这个弟弟每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没有人知道他跑到哪里去。我后来动用了各种关系、不同的管道，辗转查到这个人改了一个名字。曹凤。我用我方法强死给你，做满最满。这整个案件不是谋财害命，是仇杀。喂，我知道。找到曹晃。天公啊，求你不再白金来。那些戴帽子的都一个样。
阁无对啊？上可以啊，发财，哈死人啊！警察有警察嘅做法，唔好替小看见到手下。当然无。也给安尼啊，已经灭掉的啊。有嘛检查？笔筒本来就是本人自主的啊。沿途梦醒牵引，航太路，跳摆梦醒感应，新游戏。沿途梦醒感应，新人心。梦醒来了，梦醒来了，跳摆梦醒991要3年，沿途梦醒咿咿呀呀。